红旗 HS6 PHEV， 官方说它是更好的大5座，咱们直接上车。那前面是我刚刚调整好的坐姿，现在后排腿部空间超过2拳，头部空间也有1拳，而且它的坐垫虽然不是特别的高，但是足够的长，加上腿部空间大，所以你可以很放松的坐在这里，让坐垫承托住你的大腿。那靠背部分填充物同样很扎实，它支持电动调节，如果放到最躺的话，整个坐姿还是很舒适的。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比较胖比较宽的话，当靠背放到最躺的时候，这个门框上的轮拱其实是有一些顶胳膊的啊，不是特别的舒服，这个感觉和小米预期非常接近。然后中间部分的座椅，这个舒适度和两边就没法比了啊，坐垫很硬，尤其是靠背，甚至有一点顶我的后背。不过好处是它的坐垫足够的宽，而且地板是纯平的。那相比于同级别一些更注重两侧座椅的车型，这个中间位置算是可以应急吧。